道心愿观自在菩萨。发这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界苦道，一切苦会杀离。实归于空，空归于实，实即是空，空即是实。受想行识亦向于是杀离自是自。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是空。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可知灭道，无地狱，无所知故，菩提萨埵发这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故，无有想故，远离颠倒，妄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，以发这波罗蜜多故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